我们今天来到高跟鞋教堂。今天是中秋节，目前看到停车场只有3台车子。高跟鞋教堂目前是空无一人的状态，而且我觉得它跟教堂完全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一个高跟鞋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这里是布袋，完全没有人，太好了。后方有几位大哥大姐在那里自嗨的唱歌，好像是街头艺人，可是好像都是自己人。好寂寞的游园车。哇，这里还蛮亮的。哇，大怒神呢！